台湾话，恼怒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激心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烦恼、气愤、恼怒，用力。互老母为着这件代志，伫遐激心烦恼，实在是太不应该。让母亲为了这件事情烦恼，实在很不应该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